大廈咧坐落咧天后站同埋炮台山站之間，咁係恒基入伙新盤維豐啊，同長實 Diva 拍埋一齊，總數119伙，半數咧都係呢類一房單位。細單位要求更加仔細，當中露台有燈光效果，連阿尖都好欣賞。喺過往咧，即係大部分樓咧，喺露台咧極少會做呢啲咁嘅 LED 燈帶嘅，咁因為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咧要克服嘅，咁好似而家咁大雨都好啦，咁我睇個燈帶底咧係冇積水嘅，咁佢個排水咧係做得好好。阿尖話：如果去水做得唔好，喺燈兩邊嘅駁口位有機會漏電，咁就好危險。入返屋測試來去水，先試廚房。冇漏水。廚櫃、電器通通冇大問題，只係發現電話線插咗鬆咗，但只係影響微觀，唔使扣分。廳地台雲石、牆同天花，所有可以用肉眼睇到嘅油漆手工都唔錯。阿尖要企上開放式廚房台面張望，至發現冷氣機頂同旁邊比較隱蔽嘅地方，油漆唔平滑同有裂紋。再到浴室試來去水，冇漏水，冇事。其餘地方甚至企缸裏面揭得開嘅地台雲石，全部安全過關，連一向最易有沙石嘅去水位一樣清潔得乾乾淨淨，又係要企上廁板金睛火眼觀察至發現問題。爆咗皮啊，兩邊都係木皮爆，開到冷氣太勁啊，爆咗皮。全屋抽絲剝繭，交樓表現揾到嘅問題都係雞毛蒜皮，連露台水渠都刻意仔細清潔過，結果只係廁所門框裂以及睡房天花批盪輕微扣分，單位拎到95分，屬於極佳級別。